讲到一级毒品对咱人的危害是真大，目前法庭有明定，为一级毒品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。今日香港法庭认定讲，认为讲这背毒品就对这无期徒刑开始判，无考虑到案情的轻重，违反比例原则，宣告适用上违宪，要求相关机关在2年内就要受罚。2017年，嘉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，以800块卖第1级的毒品海洛因，互人判刑16年。根据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4条第1项规定，卖第1级的毒品判死刑，或者是无期徒刑。虽然伊互人以刑法第59条减轻刑责，但是伊认为卖第1级的毒品毋是判死，就是无期徒刑的规定违反比例原则，申请释宪。宪法法庭则已宣布适用上违宪。细则规定并不是在表面上整条法条规定违宪，或是说它的哪一个部分违宪，而只是说这一条规定适用于某些个案的时候会有违宪的情形。范围是什么呢？就是情节极为轻微，咸可悯恕之个案。申请人都是没有其他犯罪记录的。然后呢，按照他们的这个贩卖行为态样去看，次数都是很少，1次或者是极少。贩卖毒品的对价少则500，多则可能1000、3000。宪法法庭强调，这个审判并无违背现行贩毒的政策。现行规定，无论犯罪状况的轻重，拢是以无期徒刑来起跳，并无合理。要求相关单位应该加入有期徒刑的制度，或者是以犯罪的事实轻重来判刑，而且要2年以内修正。但是，被告团体认为判决无符合期待。没有那么轻微，但是可能获利可能也是2、3千块。那么有1次前科，那把他判无期徒刑，或是判个15年，这有符合一般社会的大家认为罪刑相当吗？长期咧推动这个释宪的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认为，这个判决本质上是宣判争议法条合宪，但是也有真侪处轻微的案件，即摆无互人处理，认为宣告违宪的范围伤矮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